上去，甲人骂歹听话，晒太阁歹斗阵。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戴新米来查咱了解。新米。 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穿蓝色上衣、头戴白色帽子的男子，在一间超商里面走到用餐区的座位，向一名女子说话。不过女子完全不理会他，接着男子就怒气冲冲地走掉了。那么这是在桃园后站一间超商，有民众在脸书社团表示，中午休息时间在超商里吃午餐，没想到这名男子突然坐在他对面，跟他说手头很紧，可不可以借500块？民众摇头表示没钱，男子竟然指着桌上说：“不是有一堆零钱吗？”还跟他要发票。民众当下把手盖住钞票和铜板，想不到男子恼羞成怒，站起来骂他，说他冷血，见死不救。接着民众就拿起手机录影，发现男子又到后面去跟别人要钱。那么民众觉得相当夸张，怎么会有人在超商里面公然要钱，不给就乱骂人？虽然民众觉得没有什么损失，但想提醒大家，遇到这样的人要赶快报警。不过桃园警方表示没有接获报案。从影片上的行为来看，男子并未构成强制罪和涉违法，但如果有强讨或是骂人的字眼，就会构成强制罪、公然侮辱和妨碍名誉罪。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资讯。 多谢新闻，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昨下晡新北市北南区发生游客跌落溪仔水的意外失踪。详细的消息就是今仔日早起时7点钟，消防人员伫咧挖失踪所在800公尺的水底，也就是好寮潭鹿野区的溪仔边，发觉这查甫人，也毋过已经无喘气。救援人员出动手铃船，将人扶起来。厝内人嘛确定身份，刷来交予相关的单位继续来处理。 当你讲器官边的猪母未分销卖拍片，台中地检署去年侦办一件叫人投资的案件，无张伫煞发觉到另外一个案。这是被告律师伫咧开律师的事务所，开无这个幕后的头家，也就是无律师的牌。这个姓杨的查某人，伊本来是开发廊，落尾和因人做伙开律师事务所，捌一届请10位律师拍官司，8年来赚5000多万。台中地检署依照违反律师法，已经把这对翁仔某起诉。 那负责人在吗？亲像是姓尤的负责人，伊开的律师楼内底的人，一个看到记者就随关门，无愿意对外来回应。伫个面册简介顶悬敢若有简单的学历，是台中某一间科技大学检调单位去年侦办一件这个吸金案件，意外发现这个被告的律师所属的律师事务所是违法的律师楼，伊幕后的头家嘛无律师执照，才去找一个有正牌律师的人来担任所长，因暗倒来担任这个执行长，开律师事务所。伫咧上好的时阵，佫请10外个律师替民众咧拍官司，挂名的状况。 好，那这个也有违法的疑虑。那正牌律师我们会有一些律师伦理规范，也有一定的专业程度。检方调查讲，姓尤的查某头家本来是咧做头毛的，伊捌担任过律师楼的客户人员，尾也佫去到另外一间律师事务所来做总务。不过，这间律师事务所嘛，因为财务问题来换头家，伊从归去家己来做头家。就是我们法务部其实都有一个律师查询系统。 那可以在那个律师查询系统上面，你输入名字之后，你就可以确认到说，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有律师资格？正牌的律师提醒民众讲，若要找律师，一定目睭爱挺较紧嘞，避免家己的权益来受损。若这姓尤的因翁仔某，互台中地检署只要违反律师法起诉，同时嘛来甲查扣因开事务所的这间透天厝。记者综合报道。 若心思无定，就要抽签算命。这个18岁查某高中学生来到台北市一间市民区的庙，要来求姻缘。伊跋杯问讲，敢会当请一尊小可身的神像登去奉祀。落尾跋到上杯了后，嘛无甲庙方的工作人员讲，就那大主大意甲神像摕走。庙方发觉神像无去，赶紧报警察来处理。落尾这个查某学生嘛，互警察抓到。检察官认为讲，这个查某高中学生伊要请走神像进前有跋杯，神明嘛有同意。另外，伊当时是双手捧神像离开，无放入去牌仔内底。认为这个查某学生无想要偷摕意思，无甲伊起诉。到四面佛社来求姻缘，这个查某高中生伫咧神像的头前，先信心来拜，后一秒伊摕2尊的这个好仙的神像来选择，尾也甲跋杯，希望会当请转厝来服侍。上杯了后，伊摕一尊这个蛇的好仙像，真欢喜，双手捧着神像转去。定价大概4、5千块吧，蛮夸张的。那我们就干嘛那么辛苦的从泰国这样一尊一尊把它带回来？
发现讲新准无去啊，公庙的人去甲报警察，警方嘛才有7度罪来甲这个查某学生移送。不过检察官看到这个监视器的影片，认定讲这个查某学生伊请新娘进前有先跋杯，而且是上杯得到神明的引准。搁再讲这个新娘是放伫个第2站，才无香炉咧供奉，是属这个吉烟品。搁加上这个查某学生离开的时阵是双手捧新娘。无像一般的切刀，甲藏伫棺牌仔内底，所以伊无偷摕意思，伊不起诉处分。不过这款结果，煞有庙方的人感觉真意外。回去别家，直接一个一个宝贝，一个一个带回来也可以啊。尾啊，这查某学生甲新娘hand落宫的，不过请神无得到庙方的同意。这边的案例，检察官无起诉，嘛互这个庙方无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大家真关心基本工资明年有可能会继续起。下个月14号，伫要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大家要讲基本工资上少起3%，上济未起超过5%。若月基的部分算会差不多上少23800块到24200块。劳工团体嘛5万，因讲到蔡政府上任3冬，基本工资累积为2017年到今已经起15.4%。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统计，头家本钱一直起。4成企业嘛承认讲，明年卡数若是搁再起，可能影响到招人的意愿。今次真是会起，即马话还阁唔敢打伤完，都爱等审议的结果。什么物件拢咧起，基本薪水敢有要缀咧起？8月14号审议委员会讨论，劳动部新表示支持要起，互薪水有希望会当小连续4年拢起。蔡政府上台了后，2017年到2019年，基本薪水为21009块起到23100块，算点声嘛为133起到105块，起超15.4%，所以外界预估2020年会起3%到5%，薪水来到23800块到24200块。在如此亮丽的经济数字之下，有不调整的空间吗？过去3年都是大概调整1000块左右啊。那我们希望今年政府至少要维持过去的格局。根据人力银行调查，超过9成的劳工拢赞成起薪水，不过企业成本增加，有4成的企业讲新的员工可能会请较少咧。赚钱的企业就应该要照顾员工，要给好的薪资、好的福利，往幸福企业的方向来迈进。希望说能够创造多赢，而不是是政策方面的一个满足，或者是劳方或资方的一个彼此的协调而已。企业甲劳工立场无同，加上2020年拄到大选，到底要起偌济，嘛变做真敏感的话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敏感，雇主的意见都是一样的，就是反对，而且也认为会如洪水猛兽一般，造成很多的问题。但是事实并没有发生。蔡总统计划若是连任要达到基本薪水3万块目标，明年劳工的薪水敢会变济，就搁爱等审议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敏感的话题，继续来看到台铁发生铁路警察和补票的人都市案件。即马所有网友发觉讲，铁路警察挂伫手骨这个徽章顶面的英文字看起来那亲像是 RIP， 也就是 Rest in Peace。这个意思敢讲是希望过往的人行会开卡，认为讲安尼拍切衰。那铁路警察进一步来解说，讲这个 R 甲 P 就是铁路警察的意思，中这不是英文字 I， 是希望讲铁路的图，大家一个看就会当知影。嘛，希望大家唔通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敢要来修改，再过来讨论。无论伫台铁的大厅，也是月台车厢内底，拢会当看到铁路警察双人咧加强巡逻，就是惊讲过来发生这个铁路警察互抬死的意外。不过，即马有网友煞发现讲，铁路警察这个制服顶悬手骨头的数字，敢咧亲像有倒位啊怪怪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 RIP 吧，非常的像，觉得可以再改进一下。我是觉得应该不用吧，对吧？因为毕竟都那么久了。这个铁路警察手骨头的数字，雄雄甲看，敢咧亲像是写这个英语字母 RIP（Rest in Peace）。这3字的缩写，这是表示希望往生者会当安息的意思。所拜才会来互要求讲，安尼是歹格调，应该都要修改一下。不过，铁路警察表示讲，其实英语字母 R 甲 P 就是这个 Railway Police 铁路警察。那这个中央的符号，唔是这个字母 I， 是铁路更机的展面图，这和台铁 logo 顶悬的符号同款。这个手骨头设字的设计已经用10几年啊，希望大家莫想遐济。我们认为是见仁见智的看法。那目前我们铁路警察
正全力投入那个我们同仁陈汉的治伤事宜哦。对于这个警卫的部分哦，我们之后也会再收集同仁的意见，再做出检讨。目前铁路警察当咧无用顺职的远景、李承涵的公职、辅术甲刷尾的代志，未来还佫有这个采购设备、扩充人力、加强训练，有真侪所在拢爱改善。啊，若讲这个手铐头手字，敢有需要改的，还佫有讨论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监管嘛是有讨论的空间，继续要来关心高铁延长到屏东已经讨论过了冬啊。交通部最近新增加这两个办法，交通部最近规划出来，要来增加经过高雄火车站，也佫有经过小港机场这两个方案。按算讲上紧下礼拜就会甲行政院报告。不过学者嘛真烦恼，讲高铁一直向南混落去，都要开上千亿的建设经费。假使若是坐高铁到屏东，含坐火车到屏东，较近3分钟到5分钟。啊，若建议讲规气改善台铁，安尼较好，啊，佫有加开客运的车帮。也毋过这个条件就是台铁袂当满分。去屏东，不管佚佗也是回乡，会当坐游览车，也是坐火车。未来也有高铁这个新选择。针对高铁往南要去到屏东，交通部佫提出新方案，估计上紧后礼拜就会来向行政院报告。单纯的以屏东的运量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可行性是并没有达到一个可接受的一个标准。铁道局长承认，屏东的输运量并无达标，但是按地方的发展来考虑，高铁往南到屏东目前有4个方案。第一，对高铁左营站直接来到屏东的落地厝，专程17公里，这个方案学者上赞成。第二，对燕巢来到落地厝，估计资金需要700多亿。第三，对高铁左营站来到台铁的高雄站了后，再搁往南来到屏东。学者预测，这个方案上会当增加高雄、屏东的交通机能。最后一个是先开往小港机场，再开到潮州站。外界评估，这个方案上有观光的效益。不过，对这个议题，学者是举双手反对。算的，若是坐高铁到屏东，和坐火车到屏东相比，只差3-5分钟，煞就要加开上百甚至是上千亿的预算，并无经济效益。我不是这么赞成，费用很高，但是那个量不是这么大，好，所以那个财务可行性是不高的。不完全只是就是新建的成本，后续对于比如说城乡跟国土的发展也会起带动的作用，所以它的评估是全方面的。高铁往南来到屏东的这个议题，也搁咧评估，但是进前交通部嘛有考虑要将高铁往北来到宜兰，就是为着要改善雪山崩坑塞车的情形。以即马北宜线的报告来看，有对南港分车到头城也是大溪这2个方案，高铁相关单位也会来参考。不管高铁要往南也是要往北，恐惊也搁需要完整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听郭台铭上新的访问。他的历史定位，我觉得需要他自己好好的斟酌一下。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回答。昨天有传出说，柯文哲传出说8月要参选，我们是不是有请郭守正跟柯震宇这边接触？郭柯配是不是有可能？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要讲座，这第一个。第二的话这个我想我一定会把选举走完，走到礼拜1这个，然后我再考虑下一阶段我要怎么走。所以下礼拜1之后是有可能会跟第3势力的合作来选到底。不，我讲过，我现在根本没有想到，那到底是这个，如果说这2-3天我密集的跟大家来讲，说不定会有石破天惊的变化，也不一定。对，大家现在我就感觉到很多的选民，甚至包括到这个韩粉里面都有很大的。我昨天晚上跟一群韩粉，本来是今天要谈的，因为今天谈到了很晚，谈到了12点多，大家也很焦虑。对，今天呢，我真的是昨天我早上碰到韩粉，昨天晚就在我家抓人我一定坚持走完。我认为说今天呢，这个初选这个是
一个运动家的精神，这一阶段该跑的不管怎么样的民调的被民进党政府的作假差距这么大，我想我郭台铭过去这2个礼拜都很努力，竟然民调有这么大差距，我觉得这个明显再为不过了那今天我还坚持这个再继续走完，要告诉我是个运动家的精神。那我是永远不会放弃的人，我会拼到礼拜天的晚上这个都结束了，这个叫做民意的这个问卷调查我觉得说今天呢是我们的问卷调查是不是准确，那我现在不在我的考虑，将来礼拜一再来考虑。但这明显的失真是所有大家都共同的认知，所以我现在不在这里强调了。我是希望呼吁所有的理性的或者是关心台湾未来的大选，不管你是什么族群，记住中华民国未来是你考虑的最重要，什么粉不重要，中华民国的胜利，台湾的命运要能够再看到被有一个懂经济人来带领，要改造台湾，谁最有希望带领台湾走上未来的崛起，这个东西我再三的呼吁，希望还有3天，我希望民调能够虽然它灌进来，大家都能够来支持郭台铭，我觉得我还有一丝的希望，我绝不努力绝对努力，绝不放弃。最后一题。不排除脱党吗？我是觉得礼拜一我会现在在着手，因为我不知道礼拜一我会下午晚一点，我会很重要的这个我的参选感言跟未来的方向，我想在我那一份说明书上面，我讲得比较会讲得清楚。现在都没有考虑，所以你没办法想。我想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我想我们任何事情都会在我礼拜一的那个这个我的感言报告书上面给大家做报告。谢谢大家，好不好？谢谢。访的时候有别徽章，你觉得他这样合格吗？我觉得你今天看到人家川普都戴国旗帽了，对他这个，我是觉得说最主要是中华民国总统要装有中华民国，如果没有中华民国，那他中华民国这个总统，我觉得选不选，他选的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我的看法，因为他心中没有中华民国。好，谢谢，谢谢。一轮酸，你应该拜托民众。好，拄则咱听到就是郭台铭上新的讲法，针对着记者真好闲问伊讲，到底敢有可能会脱党参选2020年的总统？伊讲下礼拜才搁讲。继续要来关心，这是有民众伫咧苗栗街路，敢若看到苦海女新娘，因为这查某囡仔骑重型奥多摆，穿插真肉感。其他过路的人看到了，赶紧摕手机出来翕，人叫伊是12风。今年24岁，普通时就爱 cosplay 骑重型奥多摆。伊讲当初会想要骑重型奥多摆，就是因为想到鱼探人趁钱，即马若无做，后日就后悔。多拍几张啦！放。伫路的这个骑重机的骑士真醒目，互对伫后边的驾驶甲乘客挡袂牢，摕手机来甲翕。好干啊！车顶的查甫是看甲神气，连查某嘛讲伊真流行，因为这个骑重机的骑士穿甲真清凉，相片一个铺上网，遂引起讨论。这个查某的骑士嘛，亲像知影去用偷翕。伊家己伫面册顶悬讲，安尼真牺牲。伊是咧试这个风拍的摇铃，本来想讲翕几张啊，毋过这拢是偷翕的。我是袂看伊伫心内，搁较欢迎大家直接找我来翕相。这个女骑士家己号做12风，是台日的爱诺可。伊今年24岁，平常时的兴趣是这个 cosplay 做装扮，甲骑重机。其实伊真正职业是建筑设计师。伊讲当初会想要骑重机，是因为即马无做，后摆就无想要做。看到不免会多看一眼，那但是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穿着，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自由了。让驾驶人多看几眼，
可能会影响到交通安全。这个相片意外来引起讨论，12方嘛真大方，讲后一遍若是看到伊，真欢迎和咪做伙翕相。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中职第5队魏全龙、魏兴军、陈兴牛，今年经32个新的选手签约金都要开4000万，其中经到状元龙，就是今年才拄为平顶高中出业的老基宏，签约金都要590万，正式加名魏全龙，会当讲是中职的野手签约金上界悬的纪录，含过去兴隆牛选秀的状元阿甘、蔡仲南差不多。若教练是经进前的大联盟球星传奇中职兼球员。让大家拢真期待。传上他，你就是魏全的人了。中职新军状元老基宏用590万的签约金正式加入去魏全龙，由魏全龙队史上头一个本土第一知名选手杨介仁替穿号码46号的球衫，刷落来换魏应昌替一支球队的帽仔，意义真特别。我家幸运号码是6，因为我家门牌号码也是666，然后46，希望能。事事都能66大顺。这对平顶高中毕业，挂好叫做三优炮的廖基宏，签约金590万，虽然无拍破过去兴隆牛选秀状元阿甘蔡仲南的600万，不过已经是拍破中职外野手签约金上悬的纪录啊！在教练的部分，台湾的朋友。大家好。在美国真有名的日本球星传奇中职，唔但会来做教练，佫会兼做球员，未来有可能会落去比赛，嘛变做外界关心的重点。魏全龙后个月就要伫斗六球场开始训练啦。今日主球场敢会真正选伫高雄的丁清湖，球团更唔敢甲话打个伤硬。高雄的进度是最快的，其他还有可能的是像嘉义跟天母，也是很有可能的选项。但是因为这2个地方目前都还没有相关的。公开的招标的程序。魏全龙让20年搁一届登来中职，不管有什么新的消息，球迷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前总统马英九互人告涉密案1审判无罪，2审改判4个月。经过最高法院甲伊撤销发回经审，而且宣判结果已经出来，马英九互法院判无罪已经确定，规案件嘛已经定案。咱做伙来听高等法院上新的说明。本院认为，102年8月31的部分，被告跟黄世明之间并没有共犯关系，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跟黄世明之间有所谋议，因此黄世明所为的跟被告所为不能相互混淆。本院认为，本件是黄世明主动求见、交付书面以及口述的资料，被告是被动的接收，因此不能误导。被告假借总统的身份来违法取得应机密的资料。依照检察官所提出的相关证据，本院认为无法证明被告就检察官所起诉的泄密、违反通讯保障监察法还有个资法的犯罪事实达到有罪的新证，因此应该为被告无罪的预知。好，咱拄则听到的是高等法院发言人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听马英九基金会上新的回应。本案是马前总统当年为了这个维护司法独立、处理司法官说事件，却被检察官政治起诉。那今天这个高等法院更一审的判决，马前总统表示欣慰。这个判决呢，不只是证明他个人的清白，更重要的是为了这个确认未来这个总统行政的权限，也让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更能够安心依法依宪来治国。第二点本案审理2年多来，北检一再是以先画靶再射箭的这个方式在做种种的这个政治追杀。我想国人都看在眼里这个各个机关东厂化的情况非常严重，甚至也有所谓的英系监委、英系大法官。我们非常欣慰，在这次的法官的判决还是维持了司法基本的独立。第3点我们还是呼吁蔡英文政府应该尽速制定妨碍司法官说这个妨碍司法公正罪能够来入法，杜绝未来的司法官说的情况，也让国人呢对我们司法公正有更多的信心。谢谢。
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教育部准公共化的幼稚园政策，新历8月初开始，累计到7月初10，签约的幼稚园拢总1033间，占全部44.4%，增加106000间的机会。也毋过，咱嘛看到绿岛也有新德县市私立幼稚园的收费较悬，符合签约资格较少。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会当提悬私立幼稚园参与去准公共幼稚园的收费标准，地方政府嘛要负担差异。即嘛，敢若台北市答应尔。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看到国民党初选，每一个候选人拢功夫尽展，争取大家支持。朱立伦下早来到台语电台，嘛来点伊的台语，要互大家看讲敢有够认真。咱做伙来看现场详细情形，交互李永平来才能了解。永平。好，主播各位观众，国民党初选的民调呢，现在进入了最后倒数阶段，所以各阵营呢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上午呢，朱立伦是来到了台语电台，要来大秀台语。他自己讲了，他自己是一个欧阿韩籍，小时候就是在台语的环境下长大的。而至于呢，又谈到郭台铭提出的0到6岁国家养的政策，他自己则是讲了一个笑话来调侃郭台铭。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状况。我都不要画口语，我都不要讲一寡吼。啊，无可能的代志，我就讲有可能。譬如讲啦哈，然后最近郭台铭讲的讲0到6岁国家养。对。啊，语言，我做立法委员，你就知影我是财经立委。对。你我一听到0到6岁国家养，我就头一个顶，我就想讲，迄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绝对无可能。我心内就讲5字叫做绝对无可能，啊，讲3字就是无可能嘛。所以你知道那天网络一个笑话，说有人喊0到6岁国家养。结果接下来有人喊65岁国家养，他说现在下一个人就要喊说6到64岁、65岁国家养，然后最后一个人就是汪杰明出来就说出生到死都国家养，对不对？朱立伦在电台上呢，还是强调请支持者一定要支持朱立伦，而且自己是美国最喜欢、北京也能接受、台湾最好的候选人。最后呢，为自己拉票。以上现场详细情形，主播。今日在正半要带大家关心票纸，拄啊好嘛是佚佗大月，一寡人拢佚佗准备好势计划，也未规划行程嘛不要紧。咱来看到热天的旅店要起购啊，一寡业者拢煞优待行程要招人客，像讲热天来到海岛佚佗，有泰国普吉岛无含税15000块就有，另外中滩岛无到2万块就会当出发，买一个搁送一个。马里地区无含税介绍55000块，啊若是想要走较长途的，咱看到欧洲长途线来到德国、瑞士也有意大利佚佗，10天含税介绍唔免5万块。坐火车去瑞士的马特芳芳欣赏开快美景，后来若是要去德国、瑞士佚佗，会当把握热天旅店的促销。10天的重点行程包括法兰克福、苏黎世这所在，加税唔免5万块。啊，若是想要去意大利来一个历史巡礼，10天的行程，佛罗伦斯、罗马、米兰这些所在算透透，加税嘛同款，唔免5万块。外面的市场行情大概呢，会一天大概都在台币在1万块左右。那今年我们推出的是12天，只要59900。无想要四界走，嘛有真侪人会走去海岛度假。有业者说去泰国普吉岛无加税，拢是超5万块。中滩岛5天19888块，旅店半买半小送。买一个搁送一个，去马尼地区无加税，搁加是干那55000块。啊，这几年真夯的游轮，伫旅店顶的嘛是抢人客重点。夏季的部分呢，因为机票各方面都比较贵一点嘛，所以呢，以冬季跟夏季的差价就可以差到3万块以上。年底才准备要启航的西地中海游轮，旅店的介绍第2个人俗1万块，房间会当升级，搁送太阳要去团的门票，寒天出发介绍更加俗。热天旅店准备要开始，真侪民众拢已经看准目标要去抢好康啊！不过真侪优惠出发的日子拢有限制，无一定会当后来时阵用。民众咧买进前就爱看好斟酌。记者综合报道。那敢若出国，在咱台湾嘛真好佚佗。继续来看到所有领泉新区头尾让2年总算搁再开放，为今仔日起一直到月底，拢是试营运的时间。进大众池唔免开钱。另外，这礼拜六、礼拜日也有领泉相关的活动，有风鸡泼水，也有拍棒球、大明车音乐会，招大家做伙来到宜兰佚佗，清凉搁介趣味。踏入透心凉的泉水，真凉哦！规分数对头凉到尾，已经2年啊！所有冷泉选伫个暑假来重新开放，
7月开始来营运，大众池嘛吼，大家来浸免钱的。水姑娘啊，穿这个比基尼，哪泡哪讲，亲像浸伫个冷气房同款。消暑到销魂。消魂都飞了。对，要飞了，我等一下就飞上天了。苏澳冷泉算是南洋地区上夯的闪亮所在。苏澳冷泉新园区开幕，冷泉季嘛要开始啊。整修了后，加设一个儿童池，还佫有这个烧冷双头的浸窟，嘛规划浅水区甲深水区，要互规家伙仔通耍甲真安心。看这大汉囡仔、细汉囡仔拢耍甲真欢喜，就连上烟头的店长李明哲嘛来插花啊！有没有很冰？会不会觉得很冰？啊那拜六的活动，还佫规美热咧，亲像爬山大花行，而且音乐会，还佫有透天的电影院，要互各地游客来到苏澳这，有真好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事事刚刚来看到，宜兰县南澳国小代表咱台湾去东澳参加国际篮球锦标赛，查甫组伫咧16支队拍败对手，顺势摕到冠军。选手拢真欢喜，摕咱的国旗仔出来，还佫含奖杯做伙翕相。这定位庄卡来的囡仔，因真有实力，伫咧国际比赛摕到好成绩。第12岁查甫囡仔的这个摕这个组摕到冠军，啊是查甫组摕到第2名亚军，名声烫四海。消息一个传转来，亲情50拢替因真欢喜，忙刷落来会当搁较拼死，替咱的国家争取搁较侪光彩。另外来看到，这是台中一个18岁高中辍业的学生，叫做潘振富。伊伫到先天性两骨弯翘，下半身歪倒行，身躯75公分。伊的身世实在真歹命。伊的爸母伫出事了后就已经过身，一岁外互人送去台中的育婴院。因为伊真无放弃，嘛共款真拼死，会晓分这个品仔，考到安尼会当考到4张加艺人的牌。今年搁再摕到总统教育奖的肯定。亲爱的黄爸爸你好，再次感谢你送我的特制轮椅大黄蜂。台湾主笔甲对好心的黄爸爸的感谢，阁有伊的好消息拢写落来。伊是摕到今年的总统教育奖的18岁潘振富，伊自细汉就得到先天性的两骨弯翘，坐伫轮椅顶的，毋那真拼死做福建，阁学本土比啊。一首高山青，阿虎拢毋免看甲谱，就甲分出来。阿虎毋若学乐器，参加合唱团比赛，摕到第1名。伊阁真将自考到4张大本艺人的证照。当街头艺人，我可以把我的音乐带给大家的希望。阿虎因为两骨弯翘，下半身萎缩，身高敢若75公分尔。一岁外时阵，爸母拢过身去，由于花莲来到台中育婴院，阿虎拢无怨叹家己歹命，大家拢笑眯眯，主动学习。我印象中阿富就是蛮认真的，很少有偷懒的状况。过程当中有停下来一阵子，是他有几次进出大医院。他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好伙伴。逐工坐伊的大黄蜂上课拢毋捌想活到，阿虎骨力拍拼，互伊摕到2019年的总统教育奖。伊要用家己来当作例，鼓励甲伊同款的人毋通放弃。伊未来的志愿是要做大本艺人，就算身体有各样，嘛要用家己的力量为大家带来欢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带来欢乐，千万唔通欢喜到你，结果艰苦到我。来看到这款灵皮菇，会当讲是全世界体型上界大的菇，伊的体重有500公斤。伫咧50年前，也就是1970年代，互美国伫做极要绝种的保育类海洋生物。最近伫咧印尼煞互人苦毒，因为这只灵皮菇准备要爬上花生卵，附近的民众看到，甲伊当作马里骑，轮流坐伫咧伊的脚趾边，安尼嘻嘻哈哈食物件。这只菇互人逼甲无路通行，险险啊无命。这只灵皮菇伫沙坡仔生卵生完，要登去大海，想袂到煞互人热胎当作马来骑。一个人骑完，佮换人来骑，伊佮哪骑哪食物件，实在是真超过。佮较含的是，另外一个人佮抱囡仔坐起哩。灵皮菇本来就防底甲真艰苦啊，这些佮甲是强马无法度叮当，互人看到就毋甘的。尾啊，查甫人骑较忝啊，佮甲骹跪伫咧灵皮菇的头顶诶，刷落佮有人揪伊的后骹歪互伊走，实在是真恶质。苦到灵皮菇的代志，就发生伫印尼阿苏圭里海堡，当地民众家己台当做真趣味的代志，佮翕影片抛去网络，互大家骂甲无力。
The leatherback sea turtle is the largest of all turtles and the 4th biggest reptile at more than half a ton in weight. 林皮古早伫50年前，1970年就互美國嚟做是特別濟種嘅保育類海洋生物啊。But the species faces man-made threats from fishing nets and lobster plastic bags. 林皮古嘅生活已經是真正啦，數量愈來愈少。即馬伫印尼，佫互人虐待，網友跳出來呼籲，就算政府袂甲因發，嘛愛甲遐個民眾好好佫教育一下，互因知影愛保護動物。記者綜合報道。跳過一個廣告了，要帶大家來看到這個畫面，這是伫新疆吐魯番，互人講是火酒。遊客即馬真時行，伫咧日頭骹，家己待伫咧燒燙燙嘅山內底，享受這款大粒乾、細粒乾嘅青菜。知名的酒吧。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字。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字，就是口。口的意思就是写，歌的意思像咱讲口菜瓜。另外嘛有旋风的意思，像讲风遮透，我才袂出去外口口风。另外讲人会歹听话，甲人笑，咱讲讲话甲人口。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口风，意思就是旋风吹风。啊，那第二个词口舌，这个意思就是讲话甲人口，甲人形体，互人歹看。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看人伫咧外口口风，等爱人啊等无，伊就啊甲人口舌，讲人是去食望普渡，长江望落雨，安尼甲人惊体，害人面子真扫落地。今日小解这一字口，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看到新疆吐鲁番，互人讲是火酒。游客伫咧日头骹，家己待伫咧烧烫烫的山内底，享受这款大粒干、细粒干的青菜。这就是无共款的山疗。山疗嘛是维吾尔族历史真久的传统疗法，会当轻轻松松减肥。另外在地嘛传说讲，安尼会当治病，效果真神奇。烧气一直下，伫咧新疆的库木塔格沙漠，五花十色的遮阳线是安尼踩到满满是，有3000外的游客坐伫咧这个山顶悬，大家拢拼命甲这个山闪伫家己的分数。原来因拢是对真远的所在来遮做沙疗的。有腿疼的，有病的都过来，年年都来。一年来多少天啊？一年来1个星期到10天。经过拍过的沙烧烫烫有50度，因若分数待伫内底，就亲像咧炒土豆共款。讲安尼会当促进这个血的循环，佫会当减轻规分数的酸痛，治疗消化道的疾病，坐骨神经痛甲风湿之类拢有效。今年第4年在这里买沙了，第1年来的时候，那个脚走路都走不起来。现在走路好多了。除了治病，沙疗佫会当消除分数的肉油，减肥做美容好处真多。不过嘛，唔是讲大家人拢适合做这款传统的疗法。每个人的没啥子方法也不一样，治疗的天数也不一样。不能沙疗的就是严重的心脏病，严重的心虚、肾衰、肝衰的人不能沙疗。因为气温一直压悬，吐鲁番的这个温度来到摄氏75度，体感的温度上无嘛有40外度。伫大路顶悬徛起的这个交通警察是安尼规身躯冻干。啊那酸仔店卖酸的生理是强强滚，带冰透酸冷正做消暑的圣品。今天吐鲁番嘛太热了，一天的嘛5倍，愿每年顺利保平，岁月太好了。看茫茫的沙漠，除了有恐怖的沙尘暴，嘛有真侪钱通赚。安尼煞创造另外一款沙漠的奇迹。记者综合报道。
叫近一个广告了，要带大家看农委会头一届办乌豆往来烘饼盘手的创意比赛，拢总有真济食材，拢是在地来。叫近一个继续带大家了解。知名的九份地名由来是什么？你知道吗？九份有2个传说，一个是因为村落有9户人家，第2个传说是因为那边有金矿，它是第9号金。欢迎继续再来到新闻的现场。今日手路菜是要带大家看无同的手路功夫。台湾盘手礼800款满满是，其中一款上界有代表性的，就是往来酥，也有糕饼。农委会头一届办乌豆往来烘饼盘手礼创意比赛，分做乌豆组，也有往来组，拢总有59队来报名。导业者甲传统的糕饼做各种菜色造型，互评审学了解得知。另外，有业者甲往来酥掺各种在地食材，外形看起来真有路，落尾摕到往来组的冠军。一块焦色底啊，不过做甲真有路，吃的不是细粒的鸡卵糕，是台湾的名产往来酥。业者唔有上基本的往来鸭，佮有加油啊、酸啊、甲盐酸啊等等台南的在地食材，打造新的滋味出来。莫怪会摕到农委会办的盘手礼创意比赛往来组的冠军。我放了金箔，放了苦甜巧克力，是因为它都是爱情的元素。另外一间摕到乌豆做冠军的产品，更加特别，把菜市啊当作主题，将传统的汉饼捏做蚵仔，贩卖者伫菜市啊真接看菜色果子的造型，内底啊是用乌豆来做的豆沙，吃点心阁会当欣赏到业者的创意。黑豆口感里面就是，里面有黑豆馅，包括那个咸蛋黄，咸蛋黄里面本身我有加一个。那个柚子丁会让它吃起来不会有那个腥味。今天委员所肯定的产品，我们都会帮他媒合到，比如说在航空公司，或者是在免税店，国际的游客能够很轻松、很简单，在回国之前能够买到台湾这么优质的伴手礼。农委会头一届办乌豆往来盘手礼创意比赛，就剩59个队伍报名参加。借这个活动，鼓励业者加用在地食材，唔来当帮助国内的农产品，嘛，后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旅客会当食到上有台湾味的盘手礼。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哪产品来好，卖物件的功夫嘛真重要。网络直播即马长时行，到网络直播的主持人靠直播卖海产、卖3C产品，一个月收入算的上少有8万块，互真侪人拢足新鲜。人力银行调查嘛发觉讲，因为网络主持人做事的时间较有春秋，工作的地点嘛真自由，工作的内容800款拢真趣味。统计差不多有50字，食头路的人拢想要来试看卖。其中上想要做的就是 YouTuber。部落客也有网络小编，这一台绝对可以让你省下超多罚单的。线顶直播咧卖测速器，直播主迷你碟，若叫卖功夫是一流的，身材阁有够辣，安尼互伊有11万的卖奖。对这个3C产品够大新的衫和海产产品，拢有业者找伊来合作，因为有好业绩嘛有好收入。最差大概8万，最差，然后好的时候就是15到20。遮瑕感还蛮重的。网络红军的经济真夯，这个简单25岁花花，嘛是靠这款碳外露啊，靠伊有真幼稚的面子啊来卖这个化妆品，嘛是业绩的保证。还佫捌伫1点钟以内卖130万的精华液，来创造10万的销售记录。一个礼拜可能播个2次左右。
那每次播1个小时，1个月的话算起来可能就是只有2万左右。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做网络红军上班时间的这个抽屉真大，上班的地点佫自由，工作内容佫真趣味，嘛，互我辈有52%的上班族拢想要来试看卖。其中以这个做 YouTube、部落客和网站小编上介成人，若是拄入行的。希望的月薪是36611块，年薪100万，正做上大的目标。不过专家提醒讲，网红这种饭碗其实无遐好捧啦。实际投入过当中，大概有超过70%觉得，其实光靠这一份网红工作收入是没有办法这个过日子的。那想讲要伫个网红内底会当较出叫咧，除了爱有个人的特色，爱多开真侪时间来培养这个卖将。这款无形的成本嘛是爱落真高，爱了解讲，高收入的背后。经营个人的品牌，无遐尼简单啦。记者综合报道。力宝乐园真的好好玩，又有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游行，还有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游乐设施。走吧，带你一起来玩。飞向蓝天最适合亲子一起玩，轩医师最喜欢颜色的小飞象，准备好了吗？系好安全带，我们要飞向蓝天。哦，有没有往上飞？有没有？想要小飞象飞高还是飞低，还可以自己操控哦。跟我一起玩的5岁小女孩爆料，妈妈又尖叫。爸爸妈妈跳上去又跳下来，她一直尖叫。呵呵呵，想玩刺激一点的还有这个限高120公分的皇冠秋千，好不好玩？好玩。采矿飞车是儿童版的云霄飞车，有点刺激又不会太刺激。力宝乐园真的好好玩。来力宝乐园玩还有个必搭的景点，就是全台湾最大的摩天轮——天空之梦。哎呦哎呦，好期待哦！排队要搭摩天轮。这对母子从巴厘岛来，哥哥一上车就发现有绘本。这是我们做的什么？摩天轮，这叫做天空之梦。好，打开来，哇，这是它的主角，这只叫爱丽丝。绘本主角是吉祥物爱丽丝，妹妹最爱的是车厢内的百宝。你喜欢这个吗？对。那叫什么名字？云百宝。它很像一个鱼，而且它也很像一个包子。随着摩天轮慢慢升到最高，哇哦，底下的人变得好小好小。开车的时候就看到很高的摩天轮。哦，所以你特地跑过来坐，对不对？我看人很小了，人都很小。游客可以登上384米高空欣赏大台中景致。除了从窗外赏景，今年更推出一系列包含天空之梦、摩天轮、吉祥物、爱丽丝、百宝、好萌猫。想要坐这上就会送你娃娃哦。还有我们这个纪念跳塔，待会可以去盖章，还能把吉祥物带回家。看着摩天轮转啊转啊，感觉烦恼都转掉了。从白天到黑夜，哦，不够，我还要下次再来力宝乐园玩。记者陈怡、王英章台中报道。知名的九份地名由来是什么？你知道吗？九份有2个传说，一个是因为村落有9户人家，第2个传说是因为那边有金矿，它是第9号金矿。我是九份人哎，村落只有9户人家。谁规定九份人就一定会答对？其实有一种说法。你知道答案吗？快下载17App，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一起答题拿奖金。白白的鱼儿它没有翅膀，天上
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我心情很愉快。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在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好家在台北。你们去上班跑去哪里啊？我辞职了。你知道我刚入行跑什么新闻吗？我看过的场面，你可能这一辈子都看不到哦。我已经够客气了，跟我说你不是你哥。英国 No.1 的学校啊，真的是光宗耀祖啊。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文哥。从小到大，你就是我们堂兄弟姐妹里面念书念最好的那一个。对，然后呢？我都已经答应给你1000万的价码，吃完饭之后，我白先生有什么另外的要求，我希望不要拒绝。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要带大家关心前2天咱新闻有报道讲，蚵仔这阵仔起价，刷落来和蛤蟆的价钱嘛行起来。为本来1斤80块银，即嘛起到1斤差不多130块到140块。放窟的业者伫咧要讲，可能和这阵仔天气较热，也有大中火力发电厂排垃圾水污染有关系，引起到蛤蟆的数量变较少，即嘛规个价钱都起起来。彰化出名的蛤蟆面店，面内底蛤蟆坐甲亲像免钱同款。不过即马蛤蟆起价，业者都爱价起紧加条咧。损失一定有，但是我们既然做生意，就要自行吸收。顶届蚵仔才起价，即马蛤蟆嘛对咧起价，对1台斤80块起到1台斤130至140，或者家庭主妇若去到市场嘛买无啥会落手。2粒安尼偌济？2粒准120啦，120啦。你真济哦？安怎讲？来到海边的野生蛤蟆养殖区，虽然是适合采收的好天气，不过养殖业者煞一丝仔都欢喜袂起来。逐永年到这时会当采收到5成的野生蛤蟆，即马煞空剩无1成，连这个人工饲的业者嘛是同款真惨，规堆的蛤蟆壳直接甲等伫路边，因为天气真热，水质较落，还佫有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排的废水，这个污染来致使这个蛤蟆产量真少，才会连带价钱一直压起来。真的没有文革可以收成了，为什么？就是不晓得原因啦。是不是跟我们火力发电厂的排放废水有关系？因为蛤蟆产量少，价钱也悬，对养殖贩仔到家庭主妇拢受到影响。假使讲天气若搁再无稳定，到中秋的时阵，价钱还佫会靠较悬。记者综合报道。
搁再来关心，这是希腊一般热天拢真大扫，在地时间七十这一天强强无张伫透大风，搁兼落大雨落冰角，头尾20分钟引起真侪人厝拢酸冻甲真严重，也搁有一寡所在大停电。另外出名观光所在有6个外国游客就安尼无命，也搁100多人受伤。餐厅的10号棚规个海气，倒椅嘛倒甲外国市菜，倒啊未复修，倒顶的碗盘拢摔甲脆鼓鼓。外口袂顺啊，做风台共款，拢甲变变叫，民众惊甲离窗啊远远远。啊，遮因为上大雨流伫外口的游客更加可怜，雨风甚甲强要徛袂在，大家敢若会当做伙求伫角的。热天普通拢热个大水，希腊哈尼基日基半岛10号熊熊透风落雨个落冰角，甲这个地中海真兴的旅游景点，最暖甲喜热咧。街仔路真侪车拢冰车，树仔嘛倒去，本来游客真侪，海泊啊规个拢无人，变甲袂输那粪扫场共款。这届风暴时间有20分钟，嘛造成真严重的灾情，真侪建筑物拢受到风暴的损伤，有的阁停电，有6个外国游客死亡，阁有100多人受伤。政府宣布紧急警报，出动100多个警消人员去现场救灾。记者综合报道。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插台欣赏，这是宽发自转车的比赛第6站，比利时选手德温斯伫咧上尾爬行这段路，骹手比人较紧，摕到这1站的冠军。新闻上尾插台做过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晚安，欢迎收看7月12号的台视午间新闻。